嗨，鬼人亭啊！今日12月9號星期二，喺琴晚日本嘅北部近海發生咗7.6級嘅地震啊！預計海嘯將高達3米啊！北海道太平洋沿岸中部、青森縣同埋岩手縣發佈咗海嘯警報，東京等地都有明顯嘅震感啊！政府就強震設立官邸對策室。今次地震震中距離青森縣海岸大概80公里，震源深度為50公里。日本富士山新聞 FNN 報道，位於北海道太平洋沿岸東部嘅宮城縣，預計最大浪高為1米，第一波浪將於晚上嘅11點50分抵達。青森縣日本海沿岸預計最大浪高為1米。第一波預計抵達時間係凌晨嘅12點，部分東北新幹線服務暫停。東北電力公司稱有800棟嘅建築物斷電。首相高市早苗預計喺首相府見傳媒。負責災害預防嘅部長已經到達咗官邸，之後將商討政府嘅應對措施。見到啲圖片喺北海道函館市嘅分社大樓。喺地震入邊，啲書架同文件跌落一地啊！亦都見到青森縣八戶市有酒店嘅員工表示，酒店入邊似乎有好多人受傷，已經叫咗救護車，但傷者均為意識清醒。員工仲話地震搖晃咗持續大約1分鐘，架上面嘅嘢跌晒落嚟，但估計建築物本身未受到任何嘅損壞。而八戶市嘅一名便利商店女職員表示，強烈嘅左右搖晃持續咗3-4分鐘左右，企都企唔到啊！佢話好驚啊，我唔知幾時先結束啊！店上貨架嘅嘢跌落一地啊，仲見到啲玻璃酒樽跌落一地啊，打爛晒啊！店員仲話店入面一片混亂，我都唔知點樣去整理好。而另外喺東北町嘅道路發生咗塌陷啊，一個男人受傷，報稱意識係清醒嘅。另外，據當地嘅消防部門透露，青森縣五所川原市一個70幾歲嘅女人喺屋企因為地震導致到啲物品跌落嚟，襲擊受傷。日本青森市嘅一棟住宅喺地震之後發現發生咗好多火災。但係暫時唔清楚係咪因為地震。暫時有200幾個旅客滯留咗喺呢個千歲機場過夜。今次呢個事件超過10萬人接獲到避難嘅提示，多座嘅核電廠緊急檢查。據東北電力公司、北海道電力公司表示，青森縣嘅東北電力東通核電站、宮城縣嘅東北電力女川核電站、福島縣嘅東京電力福島第1核電站都未發現有任何嘅異常狀況。暫時福島第1核電站喺當地時間8號晚上11點42分暫停咗排放呢個核污水。今次地震造成咗23個人受傷，其中1個人傷勢嚴重。中國駐札幌總領事館提醒當地嘅中國公民，特別係北海道青森縣太平洋沿岸地區同埋呢個岩手縣中國嘅公民，透過官方管道同埋及時了解最新嘅情況，遵從當地政府發佈嘅避難提示，做好應急嘅避難，遠離海岸，確保人身安全。大家仲要注意海嘯佢係會反覆嚟㗎，唔好因為返去拎嘢而走返去屋企靠近海岸線啊！如遇緊急情況，及時報警，同埋要聯絡中國駐札幌領事館聯繫尋求協助啊！中國公民仲要提高警覺，可能有餘震嘅發生㗎。大家可以預先去了解飛機、鐵路等公共交通工具嘅運行情況，可以透過領事館網站、微信公眾號
同埋關注日本媒體等管道密切關注地震有關嘅資訊。暫時所有海嘯嘅警報喺今朝早嘅6:20解除咗。度講下有啲旅客喺社交平台嗰度表示，之前去北海道旅遊，點知發生海嘯警報，結果坐住列車喺一個小鎮嗰度停駛咗，全車人都需要落車並前往呢個避難中心嗰度暫避啊！期間不時都聽到有海嘯警報，哇，簡直係心驚膽跳啊！佢仲話佢啲仔女經過今次嘅旅行之後，真係有一個好難忘嘅體驗啊！佢哋嘅防災意識又上咗一層啊！佢個仔仲話有一個難忘嘅暑假，絕對係一世都會記得啊！大家仲記唔記得有本書叫做《我所看見的未來》啊？作者係呢個龍樹亮。佢早前因為預言7月日本會有大地震同埋海嘯，引起話題嘅。就係因為呢本書嘅出現，搞到好多港人都減少咗去日本嘅意欲啊！因為佢喺本書入邊提到，記錄咗佢自己嘅夢境。佢當初只係為咗尋求創作嘅靈感，但係隨住夢境嘅畫面逐一喺現實發生，所以促使咗佢將夢境嘅內容集結成呢個漫畫。之前因為緬甸大地震重新引起討論啊！漫畫中仲提到11個預知夢，已經應驗咗7.5個啦，所以令人細思極恐啊！瓊樹亮嘅夢入邊講英國戴安娜王妃抱住小朋友嘅照片，喺5年後，即係1997年嘅8月31日，戴安娜王妃就喺巴黎因為狗仔隊追逐而發生咗車禍，喺巴黎因為車禍逝世噶。另外，佢又夢到英國皇后樂隊嘅主音因為感染傳染病而離世嘅新聞。佢本身係喺1986年嘅11月28號發到呢個夢噶，最終主音係喺1991年11月20日因為感染艾滋病而離世噶。佢同夢境相隔咗15年。而另一個預知夢就係喺1989年8月27號夢到嘅。佢見到一個洞穴，有一個冇着鞋、着住淺藍色長裙嘅女仔死咗。喺1年後，即係1990年嘅8月27號，佢自己一個人喺公園度散心。咁佢就突然間諗起，佢之前發夢見過呢個洞穴噶。跟住佢返去睇到新聞，發現真係一個着住藍色長裙嘅女仔死咗喺呢個洞穴入邊啊！另外一個預知夢就係發生喺1982年嘅4月25號，佢夢到日本一個叫做美崎峰嘅搖滾歌手去世，但係其實佢唔知對方係邊個嚟㗎。就係嗰年，美崎峰憑住單曲《15的夜晚》同埋專輯《17歲的地圖》初次亮相，成為咗著名嘅歌手啊！而美崎峰就喺1992年嘅4月25號，即係夢境發生之後10年後離世，年僅26歲咋。佢嘅死因充滿疑點啊！佢被發現嘅時候，全身都有傷痕同埋瘀傷，有人指佢俾妻子暗殺，亦都有人話佢係自殺。調查之後，官方話佢嘅死因係使用藥物過量引起肺水腫。而瓊樹亮喺1996年嘅3月11號，佢又夢到一個唔知名嘅地方發生地震同埋海嘯啊！佢之後喺2011年嘅3月11號，即係預知夢嘅15年之後，日本就發生咗9級嘅311大地震啊！而漫畫嘅封面出現喺2011年嘅3月11號，係因為佢喺出版漫畫前，經常見到呢組數字，於是佢就將呢組數字寫咗喺封面上面，亦都算係預言咗311大地震呢個災難。不過瓊樹亮事後表示，佢書中描述嘅大地震並唔係311大地震，佢解釋當日發嘅係夢中夢。佢喺嗰場嘅預知夢入邊係着短衫短褲，
而與佢發生呢個地震嘅時間同地點唔同，夢見所見嘅海嘯係比311地震造成嘅海嘯更加高，所以有人懷疑佢夢見呢個海嘯有機會係講緊2025年嘅大災難。另外，佢仲喺1995年1月2號嘅夢境中預見咗日本嘅神戶地區即將遭遇重大嘅災難。僅僅15日入邊，神戶就發生咗7.3級嘅摧毀性地震。呢場被稱為阪神大地震嘅災難，係喺日本自1923年關東大地震之後最嚴重嘅都市直下型地震。作為當時日本重要嘅工商業都市，神戶遭受重創。官方統計顯示，地震造成超過6000人罹難，4萬人受傷。呢個預言夢境就係同現實發生嘅時間最為接近嘅一次。喺1995年嘅1月2號，鯨樹亮夢到自己封筆退出漫畫界啊！佢喺2000年，即係漫畫《我所看見的未來》發行嘅1年，佢就封咗筆啦。佢之後仲預言到富士山嘅山頂冒出黑色嘅煙㗎。佢之後仲夢到2020年出現病毒㗎，亦都預言到2025年日本、香港同台灣、菲律賓海底會大地震。最後一個預知夢就係夢到神奈川橫濱地區海嘯啊！傳話將會喺2026年發生啊！大家就信不信由你啦。我始終都係覺得客觀嘅態度去睇呢件事。我覺得喺而家呢一刻，大家真係要對任何嘅事要高度嘅關注，防災嘅意識要提升，同埋諗嘢真係要比較正面。大家都要聽多啲專家嘅意見，跟住自己去自行分析。因為網上有太多嘅信息，要自己去過濾啦。好啦，今日就分享到呢度啦。大家記得訂閱我嘅頻道，share 俾朋友，喺條片下面讚好啦。拜拜。